大家好，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要安怎查字典、查词典。咱学了会晓白话字的写甲读吼，会晓用输入法伫网站、伫文件、伫软体内底拍字以外，咱定定当着种就是你需要查字典、查词典。讲到这就趣味吼，过去咱受中华民国的体制教育吼，大家自细汉就查字典比赛吼，迄华语的字典、汉字大家查甲变叫吼。毋过学台语的过程，大家拢袂想着讲台语嘛有字典吼，嘛有词典，你嘛是需要去查，安尼做侪物件你较知影，到底是毋是安尼写，到底是毋是安尼读，还是伊的意思甲你本地了解敢有共款吼，还是佫有其他的讲法等等。所以你若学晓白话字，会当互你佫较开阔的一个眼界，就是讲你会当家己去查字典。即摆网络的时代吼，这物件已经伫网络顶滚啊当啊，嘛真侪资源会当互大家来使用。今仔日咱用我敢若摕我家己上接用的一两个线顶的词典吼字典来分享，互大家做参考吼。第一个，我上早咧写白话字的时阵吼，咧写台语文的时阵，我上接用的是即个台文华文线顶词典。一般人讲线顶词典，人大概拢知影是即个啦吼。咱来用一个例吼，咱来举一个例。有一天你若伫外口听人咧讲台语，还是听人迄老大人咧开讲，听到一寡词，迄个词吼，你可能因为咱无直接咧讲吼，你袂晓。你听人讲，你母遮久，你是食饱伤用，你牙价吼，牙价，你听牙价，牙价即个意思，你伫头拄迄个因的对话内底，你可能普会当对迄个前后的讲的话吼，甲当场的迄个情景，你会当知影，要着可能是啥物意思。毋过你嘛是想要确定一下吼，你佫歹势就共问吼，可能人无熟吼，所以你会当来查字典、查词典。咱若今仔伫网络顶悬的牙价，咱会当知影讲牙吼，第五声，价第五声。你即马选的就是吼汉罗马字拢会当的，会当去查看觅。就有甲你讲对。就是你普知影个意思吼，就是你家己无代志找代志做吼，牙价也是等等其他的意思。嘛有可能讲你对声调无确定，你嘛可能毋知要怎甲变调，因为你听就是变调嘛吼，要怎甲塞转去原调，所以你嘛会当讲，我着拍无声调的，你着记咧选罗马字无声调，看迄个结果，就有收两条。一个是牙价，即个牙吼，物件牙。毋过即个牙若要变调变价声吼，变牙价吼，我家己是无安尼讲吼，所以我感觉即条怪怪吼，读起来牙，可能有啥物所在安尼口音是安尼读，我毋知影吼，我拢读牙价。伊顶头吼，伊顶头则有另外两个，一个词典，一个字典，无啥共吼，我来甲大家介绍。即个我平常时较少用啦，我拢就伫即个界面咧用习惯啦。第一个是即个，你点入去吼，迄个词典，即个其实袂歹用吼，我感觉即个袂歹用。以头拄个牙价来讲吼，你会当直接拍，我头已经拍过，你会当直接拍牙价，吼无声调的。你嘛免选啥物货吼，伊的即个输入敢若一个尔，足简单的，你就直接吹，伊个念入去的资料库，我又是共款的啦吼，只是即个界面无共款，所以你看，就有即个物件。即个网站吼。我发觉到伊除了讲伊即个界面足好用、足简单以外，伊佫有一个袂歹的所在，就是伊会随机吼跳一寡华语词出来，互你念过讲台语要安怎讲吼。比如讲俄语，毋知影遮就有对伊会甲你资料库内底有诶，拢互出。当然啦吼，资料库互诶物件吼，拢是种网络顶悬因找伫文章顶啥物货资料拢有，所以有诶大部分拢是正确袂差，精差伤济啦。过嘛是加减，有当时会去互着一寡无啥正确的用法吼，即种物件就爱靠经验啦吼，无就是较直接去问人的吼，也是你佫有其他的两三本无共的字典、词典吼去找吼去比对吼。你讲头拄即个，伊嘛是拢会跳一寡吼俗语啦、笑话啦吼，佫会选一寡文章互你读吼。你有用，咱可能会当佫来遮看嘛。你家己当先点入去练习读白话字、读台文吼，遮做物件会当看。第三个头拄讲的吼，字典头拄介绍即两样的词典吼，字典即个是啥呢？
而且台语线顶字典无共哦，吼，伊即个是我咧用汉字来做设定吼。伊当入来时阵吼，因为我头点过，伊当入来时阵，伊才会有汉字查白话字的发音。啊，下骹的说明嘛有讲，即个字典主要用途是要查某一个汉字安怎读，所以是查古字的。啊，你要查一个词吼，伊才有写。你若要查台语的词，你爱去头拄迄两个其中一个线顶词典吼。啊，比如讲伊即个来讲吼，我若拍牙，喂，啊毋对，我点一个吼，歹势，我点一个。吼，伊咧甲牙全部拢列出来吼。啊，你要查牙鸡，你要查牙鸡，安尼牙鸡吼，你查无，因为敢若查一个字啊，吼，头头甲你讲过啊嘛吼。所以即个用途无啥共吼，即个查古字的吼，要安怎读吼，啊，所以有当时动着字毋知要安怎读，会当来遮找，这嘛是会使。另外一个我家己个人较接用的吼是即个吼，即个台语大词典吼，即个袂歹，即个迄阵日本时代足大本的词典，像有2本的款吼，我无啥确定。啊，伊这是台语的译本吼，啊又甲资料放起网络顶悬，互大家会当查吼。啊，伊头拄牙价来讲吼，咱会当查看觅吼，用牙价。哦，这查无，因为嘛是敢若会当查字的款，哦，所以咱就拍牙，遮，你有看遮有牙起来意思吼，牙起来意思。啊，你若想着讲我要确定头拄迄个牙，甲物件牙，吼，牙起来牙，嘿，伊遮就无收迄个意思啊，伊敢若收迄个少牙吼，数目吼。就是有额、我的额、人额等等数量的迄个意思。啊，伊佫有附，伊拢会逐条吼，伊拢会有一个编号吼，啊，拢会附一个原册迄个 scan 的档案。你若有兴趣吼，会当入来点看觅。啊，这数量真大张啦吼，啊，你会当来遮看吼。比如讲头拄仔的额伫遮，吼，额伫遮。啊，因迄阵日本时代，因是用日本的卡那吼。来注台语的音，啊，因为有一寡音对袂起来吼，应该加设计一寡符号吼，来标遮的台语音。啊，你若要看有呢，你若真正有兴趣吼，来伫遮，你若真正有兴趣伫遮，有一个列表吼，歹势毋是即个吼，我点毋对啊？即个对照表，就是伊使用的啊、I、O 吼、即种物件吼，对应白话字吼、罗马字系统，伊是安怎去设计遮物件吼？啊，你若有兴趣，当家己安尼对。啊，你遮若看有，安尼一种发音，你就看有啊吼。啊，当然我家己无去记啊吼，我家己无去记遮物件。我拄则发觉有一点讲毋对吼，台语大词典迄个咧查额迄个时阵吼，伫原册咱有看到伊收的即个额有少额的意思。吼，咱头拄看过，啊，叫伊边仔你嘛注意到，即个嘛是读额共款，啊，即个汉字一看吼，应该嘛是甲物件额起来迄个额，啊，你较注意到伊遮佫有收另外一个发音叫额，所以呢，倒转来查真正有吼，我头拄有过去查看觅，伊嘛是有收即个音啦吼，额甲物件向悬，比如讲额目看，额头三尺有生命吼，额。所以即个时阵毋是伊无收啦吼，是我无注意到吼，袂晓查啊。所以这查字典嘛是爱经验啦吼。所以你会当查会到，人可能查无经验的查袂到吼，啊有经验的2-3个就查到吼，参你咧 Google 共款。所以遮补充一下吼，头拄仔即段讲了有种差异吼。佮有头拄仔讲到台语大词典，敢若会当查古字，即个嘛毋对吼，因为我印象内底我有查过。2个汉字以上的词吼，啊，所以我头去试一解吼。像咱若查，你若听讲分场吼，分场是啥物意思呢？咱当查看觅。吼，这个有吼，分场就是人咧讲分享啦吼，分场。啊，这个物件咱看伊原册内底吼，这个所在分场吼，
所以我要讲的是，伊若像即种吼，你看伊只有像本质啦、本质啦、本听啦吼、本听，伊若是本地就收即个数，伊咱伫线顶的即个版本会当查着。啊，像头拄仔牙价牙，因为伊牙价伊无收即个数，伊是收伫牙下骹，吼啊，所以咱敢若会当用牙去查着牙价。好，所以即段介绍我家己上实用的是即个吼，线顶书店啊，伊有一个较简性的 UI 吼，伫即个所在，即拢袂歹吼，啊有足侪随机会当显示一寡数，互你，当然吼，你才会当看足久的啦吼，会当留一寡以早会晓，啊可能后来久无用袂记的台语的讲法吼，还是学一寡新的，拢袂歹。啊，即个敢若查古字字的尔吼，用汉主要是要互你用汉字去查伊安怎发音吼。啊，上尾就是有一个日本时代，所以你有当时若要确定讲日本时代因迄阵收的吼，参咱即摆看在当然已经有无共的所在啊吼，你会当来遮看，啊内底有当时看到一寡足趣味的物件吼。啊，咱后一段呢，过来甲大家介绍讲，若用实体吼，真正是一本册迄种字典书店吼，会当安怎查？啊，我手头有一两本吼，会当显互大家看卖做参考。大家好，即摆恁所看到即本吼，就是我介绍用的一本张如虹先生编的吼，台语白话字小书典吼。啊，我拢叫伊 TJ 啦吼，迄就是伊的名张吼，甲如虹吼，即两个英文字母。咱头拄仔的迄个，我已经先找着吼，因为这我实在是家私吼，一支手正手爱举镜头吼，啊倒手爱现字典，爱现书典吼。大家小包含一下，吼有看到吼，咱会当查到“牙”即个字吼，就是个有无？啊，过来“牙”的第二个意思，吼有甲物件卷起来，吼比如讲第二项有一个，伫即个所在吼，我比互大家看，遮，哎呦喂啊，歹势，伫即个所在，即个吼牙石卵，吼，阮兜是讲牙石卵啦吼，啊会当讲甲介绍吼牙关节吼。啊是第四个用法，我感觉袂歹，有看到无吼？迄落你若有啥物病发作起来吼，下骨啦、肩梢啦，吼啊心脏病啥物拢讲哦，强强要举起来吼，啊是讲性地，哦性地强强要举起来，吼，毋是干想起来，强强要举起来，即个动词我感觉袂歹吼，是台语内底真好用的一个动词，咱甲学起来。啊，咱搁吹咧下骹，吼，看即个吼，即个举第一个意思嘛是参头拄仔。台语大书店讲的共款吼，你的额吼，这你的额就是迄个量啦吼，迄个额。啊，第二个嘛是共款，有迄个第二个意思吼，额第二个意思，甲物件摕好悬吼，摕好悬，啊是额低吼，额背肌导航吼，啊是额目吼，额头，额手，甲物件额好悬，你会当查到足侪字吼。啊，有诶物件你知影，啊，毋过袂记啊吼。啊，有诶你会当伫即内底看，比如讲哦，即个哦，啥物货叫做？像我要讲上瘾，要安怎讲？瘾吼，我足瘾即项物件。啊，有人讲哦，我袂瘾，就是我无爱啊，我足无爱迄个加强语气诶即种讲法吼。咱看到遮伊嘛有收即种咱定用诶。啊，即本字典吼，伊诶特色是伊会收一寡较日本时代以来有一寡即几十年来吼，台语诶一寡变化，较新诶语词伊拢有收伫内底。所以呢，咱又较吼较好对。即本大家应该拢会当去买，吼网络顶悬应该拢也拢搁找有，网络顶拢找有。吼，TJ 台语白话小书典，吼张如虹先生诶作品，大家买一本吼，放伫厝内保平安。过来，这是我手头另外一本字典吼，甘威林牧师诶字典，简称啦吼叫。甘字典，我逐个安尼讲时拢感觉爱笑吼，把字典甘伫厝内底，慢慢创啊回哦，淡糊糊吼，当然毋是啦吼，共迄啉甘字典吼。啊，即个甘字典内底伊收诶字吼，伊主要就有一点仔先头拄，伊就真是字典吼，伊会查迄汉字诶读音吼。比如讲头拄迄个牙吼，来咱看卖，牙伊就收即几个字，吼有看着吼。啊，即个咱有看着。吼，遮额价吼，额价伊就收伫遮吼。啊，公额吼，小额嘛有伫遮。
吼，啊额头迄个额，遮嘛有吼，有看到即个，参夹共音吼，额头吼，额头就是夹头吼，伊遮有收吼。啊，即本字典吼，伊厉害的所在是啥个？我后壁较发觉着，记我买即本时我无注意着即点吼。伊伫后壁迄个附录的所在吼，我甲用起来吼。你看，伊有收化学元素吼，化学元素的迄个一寡汉字的读法吼。啊，当然我毋知伊的根据是啥物货啦吼，啊，毋过这也是一个参考啦，也是一个参考。啊，当然我有参考过内底一寡部分咯，伊有吼，伊就有遮收遮音。啊，毋过我已经确定内底有一寡音吼是无完全正确的。啊，毋过总嘛是一个袂歹参考吼。所以即本吼，即本好多讲诶，即本甘威林吼。甘字典吼，摕倒来查毋好，摕倒来甘吼，阮会当共款买一本倒来菜胆厝林吼，保平安顾健康，袂歹。好，咱今仔日介绍一寡线顶甲实体的字典词典吼。啊，这个物件当然毋是一个真完整的介绍啦吼，这是我个人较接应的吼，也是我拄仔伫咧录影片的过程有看到的资料。啊，伫遮小可整理一下我找台语字词的经验，互大家做一个参考。啊，咱真紧阁留一届吼。第一个是线顶词典吼，爱头顶悬则阁有两个，一个词典，一个字典。啊，即个界面较简单吼，即个界面若袂记咧即个，你当是拍啊，伊有拍迄个声调符号无，拢袂要紧，伊拢会当帮你找着，只要伊的资料库有对着的吼，有收的，伊会帮你列出来。啊，我感觉即个界面袂歹吼，用过啊，我家己拢无注意到即个啦吼。啊，毋过我真看即个真好用，即个真好用。啊，另外即个敢若查古字字的吼，主要是用汉字查发音的。啊，嘛会当用白话字倒边转去查吼。啊，后壁像咱即两个无介绍着，因为这我家己嘛捌练过啦吼。啊，下骹拢有一寡说明吼，你有用的咱家己算看觅。啊，这我家己本身平常时啊是无咧用啦吼。啊，搁一个我就足接用的。即个我最近足接用的吼，就是日本时代迄本台语大词典吼，还有台语的翻译版本，啊，放伫网络顶悬咱会当去遐查，即个嘛真好用。搁来是我用头拄仔现互大家看的，我手头有两本实体字典词典吼，即本是张如凤先生编的吼，台语白话字小词典，啊，即本我感觉大家有心买写台语的。吼，啊，尤其一寡较近代几十当台湾社会新兴盛的一寡外来的语言吼，即个会当互大家做参考。啊，最后一本是即个甘威林的台语字典，吼，甘字典吼，啊，即本嘛会当买，啊，这是无库存啦吼，大家会当问看觅。啊，我拄则较搁去想着一件代志，我去查吼，这嘛有网络的版本。吼，参咱头拄仔台语大词典是共一个网站下骹的吼，新闻爱的网站下骹，所以即个所在我头嘛有查过啦吼，袂歹用。所以你若无买着册嘛袂要紧，无买着册袂要紧。啊，毋过即本我感觉会当买，即本真会当买吼。就我头讲的，买倒来菜胆厝里吼，保平安吼，顾健康。啊，以上呢是今仔日我整理互大家吼，学了白话字以后，实际上你咧写咧读的过程，若当着一寡毋知影的吼，爱听人讲的台语。啊，是有当时啊，像用刻条的，你要写的时阵，读到内底敢华语吼，啊，转袂过，毋知台语要安写。除了去网络顶悬参人讨论以外，佫有一个足好的工具，就是查字典、查词典吼。啊，线顶的实体，咱拢会当来试看觅。啊，有当时啊无确定的2本、3本吼，无共的来源，咱拢会当去交叉来甲查一下，啊，来甲对照一下，安尼会当伫过程内底，互家己的台语吼佫较丰富。啊，咱会当甲一寡失去的物件，偷偷甲捡倒来。以上，感谢大家的时间吼。啊，咱后段若佫有啥物新的物件，还佫整理分享互大家，感谢。